我见了你！真没想到，名震天下的麒麟才子沈平安，竟会为了一个女人任用我当狗这么多年，真是可笑。秦师哥，这就是你的遗言吗？哼，你以为这样秦时月就会感激你？别忘了，当初是你亲手杀了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侍女，挖了他的尸体，毒杀了他的母妃。一会儿等他杀起来，第一个就会将你。我等的就是他来杀我。只要他能登上帝位，这一切都值得。平安哥哥，此次出征凶险万分，我为你求来个香囊，这上面的字是我亲手绣的，你可不许嫌丑。我保证，像呵护你一样，把它护在怀中。平安哥哥，你一定要平安归来。父皇答应我，等你回来，我们就成婚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沈平安，你死期到了！既然来了，为何不动手啊？杀你，只会脏了我的手。要让你这种背信弃义之徒受到天下人的审判。殿下，你看，山国公是地侯，这里也是，朝女尚书和王公公都死。陛下，沈平安将文武百官都杀了。沈平安，到底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心狠手辣，连无辜之人都不放过？你应该感激我吧？我杀了他们，从此大周就只有你一个人的生活。妖言惑众，我看你就是不想殿下安稳继承大统。哼，怎么了？该不会又像以前一样哭鼻子吧？你闭嘴！你不配提一切。当年要不是母后收养你，你到现在还在跟路边的野狗抢食。可你又做了什么？不感激也就罢了，甚至为了讨好秦时哥，亲手毒杀了他。成大事者，至亲亦可杀。臭心！而且，你怎么知道我没感激？当年那秦时哥要将母叔千刀万剐来追问你的项，是我给了他一刀痛。你不应该感激我。给我闭嘴！这就急了。地主，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，秦时月，你还没有改掉你的坏毛病吗？当年那个小丫头，是白死了。我让你闭嘴！让我想想，叫什么？叫秦小玉对。这名字听着好像一条狗。沈平安，
侍女下毒，刺杀皇子，战力佞臣谋逆，祸乱臣坑，诛九族。倭寇，你虽无罪，可我还是有杀。我亲爱的月女，现在只剩下你了。陛下，怎么了？是沈平儿，没想到连死后他都不放过朕。陛下定是操劳过度，招致噩梦。我去给您准备安神茶。不必，既然他阴魂不散，朕就让他死后都不得超生。陪驾，朕要出宫。去哪儿？5、4、3。传闻这乱葬岗孤魂野鬼无数，没想到沈平安竟被陛下葬在此处。无悲无天，正是这魔头应得的下场。像他这种人，死了也没人会记得。只是苦了陛下。想当年，他们俩可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挖吧挖吧，希望这样能让陛下心里好过一点。沈平安，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。就算你死，朕也绝不会原谅你。陛下，棺椁挖出来了。朕要亲手将他挫骨扬灰，心头之恨。这怎么可能？师傅，沈师叔醒了。你不要乱动。你伤得太重了，若非天生心脏异位，这一劫你已经死了。玉儿现在怎么样？她现在可是天下至尊，大周第一女帝，威风八面。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对这么一个无情无义的丫头，还念念不忘。就是，等我学会了本领，一定要把她打得屁股开花，为师叔报仇。你们都误会他了，其实月儿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。你都这样了，你还在为他说话，真不知道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了。迷魂汤，也许吧，因为它是我这一生最美好的回忆。小家伙，你叫什么？你叫十月，那你就叫平安吧。祝你俩永远平安。平安哥哥，跟我回家吧。你既然这么在乎他，你为何不留在他身边，为他出谋划策，却偏偏处处与他为敌，让他恨你入骨？留在他身边，我又何曾不想？当年老皇帝猝然离世，整个大周暗流涌动，土地之战迫在眉睫。玉儿的生性善良，不懂帝王家的无情，多次成为别人手里的工具，险些丧命。如果我还有时间，我定能护他一世。我敢说，只要有我在，就无人敢伤他一根汗毛。
可是我的时间不多。绝美。师傅，什么是三阴绝脉？经脉皆废，独掌攻心，此乃先天绝症，天下无医可治。不错，待此线长到中之之星，即可毙命，神仙难救。如今的我受试已不足3个月，要不然我也不会用最残酷的办法来帮助玉儿成长。来人！不必了，如果这些有用的话，我也不必出此下策。我只希望我在这人世间的痕迹越少越好，这样玉儿也不必每日活在仇恨当中。凭什么？你为他谋尽天下还不够？难道连自己最后的活路都不要了吗？师叔，你就让师傅试试吧。东西不想让你死。不必了，我的身体我知道，若不是有承诺在身，恐怕我都撑不到现在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分明亲手刺穿他的心脏，被人将他葬在此地。棺椁为什么是空的？人呢？沈平安的尸首呢？陛下饶命，奴才也不知道。奴才当初亲自带人把那魔头埋在此地，可现在难道是有人把尸体盗走了？陛下当心，沈平安此寮诡计多端，小心有诈。他活着是这尚且不惧，还怕这区区一封信件？如果说我死后在这世上还有什么牵挂的话，那便只有明月了。他是我这一生最至亲至爱之人，如果可以，我愿意一生一世都守护在他身边。生生所念来人皆可得，突遇到明月一往昔，问酒会知音。这是沈平安的遗书。不可能！陛下当日亲手刺穿此人心脏，我们可是亲眼所见。他明明已经死透了，难道还会诈尸不成？可这确实是他的字迹，我曾经在……陛下冷静。陛下，我立刻派人去调查此事。若是有人借此故弄玄虚，微臣定将其千刀万剐。不仅沈平安这种狼心狗肺之人，根本就不可能复活。臣现在倒是想看看，这信的后面都写了什么，这又如何成了他沈平安至亲至爱之人？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？我和月儿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，便是皇宫后面的一片塘。我们在那里肆无忌惮地奔跑、嬉戏、放纸鸢、吹蝴蝶。月儿，我答应你，以后专门种野属于你，世外桃源。我相信你，平安哥哥。到时候我就站在桃园中，带着双生花编成的花冠，成为你的妻子。一派胡言，全都是假的！陛下，平安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混蛋！若时光逆过到，朕要再杀你100次、1000次！陛下不必自责，那时您还年幼，单纯善良，怎会料到沈平安是那道貌岸然之辈？放心，朕早就不相信爱情，朕只是恨没能早一点发现他的狼子野心，不然母后和小玉也不会惨遭毒手。陛下，那这信
你读吧，朕有些累了。朕就在这乱葬岗，看看一个死人还能玩出什么花样。后来有一次，月儿和我说，她喜欢剑谱。我知道，在大周皇朝中，唯有天剑山庄剑谱堪称顶级。为了得到它，曾在那天剑山庄门前的石阶上跪了7天7夜。你回去吧，云天剑谱乃是绝密，除天剑庄主之外，绝不外传。你即使跪死在这里也没用。那如果说我一定要得到呢？那你便只有打败我们剑庄7749位剑道强者，登临天剑山庄庄主之位。好。据我所知，天剑山庄的绝学乃是疾风剑法，跟陛下所练的剑法毫无关系。没错，朕的剑法名为云中剑法，确实是沈平安所造，但和天剑山庄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。他也不会为了朕去挑战49位剑道强者，他也绝没有这个实力。确实，如此拙劣的谎言，只要去一趟天界山庄便可知，又何必大费周章写在遗书当中？谁说这封信的内容是写给我们的？陛下，若是您100年之后有人将这封信的内容公之于天下，到那时，真相还会是现在这样？沈平安，其信可诛。陛下，要不要将此信送回？不必了。以他的性格，遗书恐怕只是一个引子，暗处肯定还藏着其他后手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照着信上所说，一家一家的查过去，务必要让他那些阿杂的勾当彻底抹除。青霄紫云听命，臣在。即刻起，前往天剑山庄。是。沈平安，朕绝不会相信你信中每一个字。朕要亲手将你在这世界上留下的所有痕迹一一抹除。就算你做到这种地步，他也只会恨你。你这又是何必呢？月儿太过于善良，只有仇恨才可以让他快速成长。至于他对我是爱是恨，都已经不重要了。说的轻巧，如若你真的不在意，又怎么会让我在关中留信？人生自是有情痴，此恨官方逾越。我那时说他幼稚，可又有谁明知道自己快要死了，不想自己做的一切被人承认呢？谁又不想任性一回，幼稚一回？不过他是看不到，算了吧，就当做我给自己吱一声，有个交代吧。你就不怕他因恨你入骨，掘你的墓，拆了你的棺？那时他一继续来，你当如何？若他真来寻找，千万不要告诉他真相，不然他恐怕会痛不欲生，就让他以为都是我的阴谋罢了。你当真要做得如此决绝？你可知一旦这样，你做的一切都再也没有被人知道的机会，你将遗臭万年。你确定吗？就当做是临终之情，拜托。陛下，再有3个时辰，估计就能到天剑山庄了。陛下，前方的路被挡住了，马车过不去。陛下，前方不知被何人种了一片桃林，漫山遍野。
除非一把火烧掉，不然就算卑职把所有禁军都叫上，恐怕也难以撼动。陛下，你看这里，像不像信中提到的世外桃源？玉儿，我答应你，以后一个专属于你世外桃源，我要这万里桃花，只为你一人占有。难道他真的做到了？平安哥哥，如果这些桃花都开满了，一定很美吧？那当然了。那到时候我们就徜徉在花海中，沐天席地，一辈子不分开。好，我答应，我们一辈子不分开。齐时运，沈平安对你做了那么多深恶痛绝之事，你还是做不到像他一样绝情绝地，为什么还会想起他？为什么？陛下，无妨，朕只是触景生情罢了。没想到这皇城之外还有这么大一片桃林，不知是何人所在。难道是沈平安？绝不可能！沈平安这个背信忘义的小人，岂会记得儿时的承诺？那谁让你们进来的？走，这里禁止外人入内。谁让你们进来的？速速离开！放肆！你知道这位是谁吗？紫云，不得无礼。不管你们是谁，老头子我受人委托，在这儿看护这片桃林。我的职责呢，就是不让任何人靠近。如果你们还不走，就不怪老夫不客气了。西楚剑歌，你是飞剑剑圣楚修辞。既然的，就赶快离开吧，这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。楚前辈，我们并无恶意，只是想前往天界山庄，被这桃林拦路，不得已才进来的。老头子我不知道什么叫天剑山庄，总之这里并非寻常园林，你们速速离开便是，免得引祸上身。难道此地的主人身居高位？非也，那是皇亲国戚。前辈一生光明磊落，嫉恶如仇，更是被江湖人称为八大豪侠之首，足以见品行与能力。如今却在此潦草度日，晚辈实在好奇，究竟是何人能让您心甘情愿的在这里变成一个守边人？你们就不怕因此惹上麻烦？这事儿啊，还不是什么秘密，只是那人他身份敏感，如今很多人唯恐避之不及罢了。究竟是谁能让您老如此忌惮？大周皇朝曾经的神威将军摄政王沈平安。谁？你再跟朕说一遍！臣不错，这位就是扫平奸佞、再造社稷的当今女帝，还不快跪下请安！我管你是男帝女帝，这跟老夫没关系啊！那个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前辈，您可否再说一次，这儿的主人是谁？神威将军沈平安，我说10次也这样。这不可能！您一向嫉恶如仇，怎么会帮沈平安那个恶魔做事？您一定是被他骗了，对不对？恶魔？那是你们以为？难道这其中真的有内幕？楚前辈，能否告知我们真相？真相？老夫不在乎真相，你们要找什么自己去找。但是老夫唯一能告诉你的是，这件桃林是沈平安10年亲手所种，一共103500株，株株如此。什么？平安哥哥，如果你以后看上了别的女子，是不是就不喜欢我了？弱水三千，却以一瓢而独饮。
其他美女再美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在我眼里，我只有月儿一个人。你不是心里早就没有我了吗？不是想要至高无上的权利吗？为何还要留下这片桃林？为什么？陛下不可中了沈平安的奸计，他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算计你，并非铁石心肠，所以才想故意伤害你。说，老匹夫，沈平安派你在这儿，意欲何为？哼，若不是那沈小子临终前有个交代，我早扇你10次。最后再说一遍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再不走，老夫手里的剑，翻脸不认人了。前辈，您一生光明磊落，仙风道骨，人人称赞，可为何偏偏对我们如此排斥？难道您认为朕是个大奸大恶之人不成？单凭你杀沈平安这点，你就不是什么好人。笑，沈平安乃天下1等1的魔头，谁人不知？女帝杀他乃是为民除害，亏你还是什么江湖豪侠、正义之士，居然为了一个魔头冲撞圣驾，简直该杀！老夫20岁学艺归来，行走江湖，当莫假子。这沈平安是人是鬼，我不比你清楚。哼，你和沈平安是一丘之貉，你自然帮他说谎，黑的也能说成是白的。没错，空口白牙，前辈让朕如何信你？不信，那你们随我来便是。好，那朕便看看前辈拿什么帮他脱罪。哼！这碑是沈平安亲手所立，10年间祭祀不断，风雨无阻，这还证明不了他的人品和情义吗？沈平安，不可能！小玉的墓怎么会在这？不可能啊！小玉是我亲手下葬的，怎么会在这？前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老夫也不知道小玉是何人，这里也没有她的尸体，此处只是衣冠冢罢了。但是这碑确实是沈平安所立，为了求我在这守护啊，他不惜马踏江湖，可见定是那小子极其在乎的人。什么？你说沈平安马踏江湖是为了求你？那小子做的不错，要不是他杀的那些道貌岸然之辈人仰马翻，老夫岂会留在这儿？前辈，小玉的衣冠冢是什么时候设下的？大周天元历1241年腊月初5，老夫记得那天雪特别大，沈平安穿着一件单衣，一个人在大雪里足足折腾了1整天。从那以后，每逢腊月初5都回来这，一身白衣，独自喝酒，不停地道歉。这个时间点，正是小玉死后的第7天。沈平安，明明是你亲手杀了小玉，为何又要猫哭耗子假慈悲？难不成这一切真的有误会？如果沈平安真的这么无情无义，那他又何必做这一切？不可能，不会有什么误会。沈平安早就不是以前的他了，他变了，他变成了一个心狠手辣、杀人如麻的刽子手，变成了一个狼心狗肺、无情无义的恶魔。哎，算了，此片桃林是那小子为你所在，现在已经物归原主，老夫的任务已经完成，至此是留是虎，随你做主啊。陛下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上天剑山庄，朕要亲手揭开沈平安虚伪的面具。天剑山庄果然是武林剑道的魁首，微臣也曾求学于此，只可惜耕笔不佳，未能悟得几分剑道。
你着相了。剑法因人而异，因人而强，强的从来不是秘籍，而是人。不错，陛下当年仅凭一本不知名的云天剑谱，便练就了一身武艺，恰好证明了这一点。陛下，修剑之人心道合一，理应不会收沈平安这种奸诈之徒入门。可他却在信中说他是天界山庄的庄主，这谎言是不是有点太过容易揭穿呢？假作真时，真亦假；真作假时，假亦真。就是因为过于惊世骇俗，无知之人才会被蒙蔽，因为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无中生有。陛下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陛下恕罪。无妨，这也是心血来潮。于长老不必多礼。山庄近来可好？得陛下之福，发展的不错。如今剑庄已是欣欣向荣，只不过……长老但说无妨。如今剑庄也有卓越之辈，但终究年岁太小。我们这些老家伙们入土之后，恐剑庄后继无人呐。当年朕起于微弱，是于长老亲率领弟子为朕杀敌夺城，损失了诸多的骨干，此恩情朕铭记于心。长老放心，若长老仙逝，朕定保剑庄万事太平。陛下您可能是误会了，老夫更加担心的是，如今剑庄无一人可以传承庄主的衣钵，恐我派绝学失传呢。既如此，那为何不让庄主大开山门，广收贤才？不是不想，实是不能。我剑庄庄主之位已空置多年。天剑山庄庄主之位一直是空的。陛下，沈平安在信中说自己是剑庄庄主，可如今于长老却说庄主之位空缺多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不正好说明那信中所言不可当真，一切都是编造的。不错，那封信的内容朕从来就没有信过，此次前来就是为了揭开沈平安的真面目。于长老，朕曾听闻沈平安曾来贵派为朕求一门绝学，名为疾风剑法，可有此事？看来那信只不过是胡诌罢了。疾风剑法哪里是什么绝学，只不过是摆在明面上应付那些门外汉的噱头罢了。哦，我剑庄真正的绝学如云雾飘渺，如天光灵敏，其名曰云天剑谱。月儿，这本剑谱是我无意间得到的，正好适合你。你不是想要练剑吗？我教你。于长老，你确定云剑山庄的绝学不是疾风剑法，而是云天剑谱？云天剑谱已传承100代，老夫岂能说错？长老，可是此路剑法？正是。难不成这信中说的是真的？真的是沈平安替陛下求来的剑谱？难道就不能是他从剑庄偷的？哈哈哈哈！这位大人说笑了。云天剑谱一直存于我剑阁禁地，机关重重，更有10位长老轮番把守，想要盗走难如登天。那沈平安到底是如何得到的？难道真如他所说，打败了剑庄所有的长老，成为了庄主？难道你没听于长老所言，庄主之位空缺多年？若真是沈平安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不错，若沈平安真是天剑山庄的庄主，那天剑山庄又岂会相助于朕？陛下，2位大人，请随我来。
陛下，此地乃剑阁，供奉着历代庄主的神兵及其画像。沈平安，他的画像怎么在这儿？眼中的天总是耀眼的蓝，你港的船扬帆，静待风来。传说中火重重阻碍，就难找到星辰大海。悬崖边的雏鸟，翅膀张开，要飞多高才能不负期待？你听海浪打手轻以后就可以跟你一起仗剑走天涯。月儿如果练剑，我便为你寻来这世间最好的剑法。真的？可是各大门派的武功秘籍都是不传之秘，根本不外传的。只要月儿想要，我一定给你得到。于长老弄错了吧？此处不是历代庄主的画像吗？怎么会有沈平安？你不是说庄主之位空缺多年吗？难不成你敢欺君？非也，沈庄主之前乃是天剑山庄之庄主，只是5年前卸了庄主之任，这么多年，庄主之位的确空缺。5年前，那不是你们下山辅佐朕之时？是，老夫记得。沈庄主只身前来去求借云天剑谱，不仅跪了7天7夜，还欲供上10万两黄金。只可惜呀，规矩就是规矩，想要习得剑谱，只有一种办法，那就是成为我天剑山庄庄主。老夫觉得这样可以使其知难而退，但没想到他为了得到剑谱，毅然决然选择一人一剑，挑战我剑庄所有长老。沈平安，跪下吧！你的剑道天赋，老夫都自愧不如，但是你年岁尚小，打败我们所有人绝无可能，别白白丢掉一条性命。答应过月儿，要与他寻来世间最顶尖的剑法，绝不可能食言。既然如此，休怪我们心狠了。结阵！当年一战，沈庄主为了获胜，强运剑气，燃烧潜能，一条命废了大半。每逢寒冬腊月，身如万箭穿心，痛入骨髓。那时候，老夫十分不解，到底是什么人让他如此拼命？我答应你的，就一定会做的。天安哥哥，天安哥哥，为什么沈平安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不是应该恨朕不死吗？陛下，陛下不要中计。依于长老所言，沈平安卸任庄主乃是数年前，或许当时的他对您很有感情，又或许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取信于你。不错，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，他不会为了朕将自己置身不顾。于长老，你们早就知道沈平安与朕的关系，当年下山辅佐朕，到底是何居心？庄主，唤我等来，所谓何事？今日起，我将卸任于天剑山山庄庄主之位。在此之前，有一件事情要让你做。
什么？你要卸任？不错，我志不在江湖，当这个庄主也不过是为了得到云天剑谱。今日之后，我便会离开。现在，我要尔等立下剑道誓言，从此效力于大周皇室的明月公主秦时月。怎么会这样？你和他不是仇人吗？不必多言，切记，若他有一天让你们对我出手，也不得违抗。若为此事剑心崩溃，天诛地灭。若你们还认我为庄主的话，只管发誓便可。吾等谨遵庄主之命，效忠秦时月。如有违背，天地共处之。效忠秦时月。如有违背，天地共处之。什么？沈平安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陛下不要着急，沈平安这么做一定别有用心。如果他真的对陛下情深意重，他又为何接连伤害陛下身边至亲之人？不错，确实如此。沈平安的心早已黑了，你们都被他表现出来的假象骗了而已。于臣听令，天剑山庄乃沈平安旧，本该诛戮。念及尔等曾对朕有恩，朕便饶你们一命。但若再敢供奉沈平安之物，休怪朕心狠手辣。唉，既然如此，庄主还有遗物留在庄中，今天就请陛下一起带走他吧。陛下请。这是天哥哥，哎呀，以后不要用这把竹剑了。这把剑送你。你这臭丫头，这把剑可是父皇最喜欢的宝剑，你就这样给我掏出来？小点声，我不管，反正这把剑已经刻了平安哥哥的名字，它就是平安哥哥的剑。好，以后我就用这把宝剑守护月儿，怎么样？一言为定。沈平安，你记得，你明明记得我们之间的约定。你把这把剑留在这里，是为了让天剑山庄代替你来守护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最后却为了权力和野心背叛了我，背叛了所有人？陛下，您怎么了？朕无事。陛下，庄主当年就是使用这柄宝剑挑战我山庄所有长老，大破天罡剑阵。剑虽伤痕累累，他却不肯换剑。老夫并不知晓他为何如此对陛下，但老夫相信，庄主绝非那背信弃义之人呐。你知道什么？他曾经确实是一个好人，但他后来变成一个草菅人命的魔头，绝无洗白的可能。就是，沧海亦能化成桑田，人心变化又有何奇怪？哼，你或许懂人心，但你不懂剑道。吾辈修剑，一生只修得一颗剑心。似庄主这般修剑到巅峰之剑客，早已身心合一，心若变，剑即毁。这剑已千疮百孔，但不曾折断，这就是不忘初心之铁证。唉，陛下，他的剑还在守护啊！陛下，难道你听不到剑鸣吗？你真的要走吗？
他已顺利登基，我便一了无牵挂。何况我的时日不多，也是时候给自己选一个风水宝地了。如果你死了，他就再也别想知道所有的真相。我要的就是他一无所知。沈师叔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东西不想让你走。小东西，生老病死，悲欢离合，乃是人生常态。你跟你师父修道远行，切不可执着于此，不然以后业障四起，这一切都会通通化作泡影。知道了吗？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沈师叔，我有一个宝物要送给你。啊？什么宝物？东西以前犯错被师傅打，可疼了。不过吃了糖葫芦就不疼了。现在东西把这些都送给沈师叔。那我可就吃了。师叔，你快吃吧，东西看不见就不会心疼了。这是我炼制的清灵丹，如今你功力尽失，难免会遇上危险，切记，不到生死关头，千万不要使用，否则别说3月，就是3天你都活不过。切记，那药不可多服，否则只会加剧死亡。谢了。师傅，你说沈师叔他还会回来吗？会的，一定会的。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你明明都记得我们之间的承诺。陛下，思极生神，也许这正是沈平安想看到的。不错，若他的剑真是为了守护我，又怎么会发生后面之事？这一切都是假的。唉，陛下切莫着急，人在说谎话的时候，往往会掺杂一些真话，好让谎言显得更加可信。当年沈平安或是对陛下仍是真心，却不过是为信中接下来的谎言做铺垫吧。对，信在哪里？信在哪里？陛下，信在这。沈平安，别想让朕相信这信上说的任何事，朕一定会找出破绽。要说这辈子除了月落，还有什么值得我怀念？大概只有银月朝。每当下雪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那里，因为那里有雪，在那里一起出生入死。我们骑着洁白如雪的战马，握着银色长枪，杀得塞外白云闻风丧胆。荒谬！沈平安，像你这样忘恩负义、狼心狗肺者，还会与人生死相依？没错，如果真的有这么一支能依托性命的军队支持，我们在战场上为何没有看到？若真的有这么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支持，我们又如何那么轻易的就踏进金陵殿？果然，天境山庄的一切都是巧合。那时候他只是良心未泯，
他还是那个忘恩负义、狼心狗肺之徒。不对，不对，这支军队出现过，在哪儿？是大雪龙旗。这信上说的军队，是陛下手中那支陆地不败的大雪龙旗。大雪龙旗，难怪朕觉得有些眼熟。绝无可能，沈平安那么希望陛下死，若真有这么一支10万铁骑的军队，他怎么轻易相送？以沈平安对权力的热衷和贪婪，恐怕早就拥兵自重，逐鹿天下了。没错，萧破军是朕收服的，大雪龙旗是朕亲自训练的，名字更是朕赋予他们的。这一切与他沈平安没有任何关系。沈平安，朕的机关算尽还是棋差一筹。你竭尽一切想要挽回的名声，在我看来都是水中花镜中月，话我绝不会相信，一丝一毫。那陛下，我们现在要去银月城找萧将军求证吗？万万不可！大雪龙旗对陛下忠心耿耿，天下谁人不知？而且军武之人最重义气，若只是因为沈平安的3言2语，就对其进行审问，怕是会出大乱。没错，萧破军是朕的心腹，绝不会背叛朕，更不会和沈平安有一丝一毫的关系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你来念，朕倒是很想知道他还能变出什么花样。如果说大雪龙旗是我为玉儿争霸天下所培养的利器，那么清平宫就是我留给他最后的保障。继续念。当年我意外救下求道心切导致走火入魔的清平公主林清玄，后又助其重拾道心，打破天人之争，因此成为性命相托的朋友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位老友也许有机会跨入三教典籍里那传说中的境界。说到这里，倒是要向他道歉。为了玉儿的安危，我竟让他破戒入室救人，此生也不知还有没有机会道歉。你想让我去雁门关救秦时月？没错，我也没想到二皇子会疯狂至此，为了对付玉儿，连关中几10万百姓的性命都可以舍弃。为今之计，只能靠你了。清平宫从不沾染凡尘俗事，才保持着超然的地位。任皇朝变迁而屹立不倒，你现在要我为了一个小女孩破戒？是。好，我答应，即便是拼上清平宫3000年地位，我也会助他转危为安。一派胡言！清平宫地位尊崇，从不牵扯世俗之事，历朝历代虽引为掌教，却无能与之攀谈者。可此代掌教不仅公然宣布支持陛下，更是对陛下有救命之恩。这明明是陛下天命所归的正理，怎么到了他沈平安的口中，都成了由他授意了？他怎么不说，他还能随意推举陛下成为掌教？信中说，如果沈平安所有的安排都未能助陛下登上至尊之位，那么清平宫公主之位、三教之首的掌教名头，也足以保陛下性命无虞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陛下如果未能登基，他为了保护陛下，就会安排陛下成为清平宫公主。好啊，好你个沈平，连三教之首的清平公主都可以成为你手中的棋子，这还真是小瞧你了。他还说了什么？都说与朕听。他还说，索性什么？说。所幸陛下很争气，他做的一切努力都没有白费。放肆！他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说助朕登基大王？他也配？还说要保护朕，他以为他是谁呀？当年朕被朝廷大军围困雁门关3月有余，城中弹尽粮绝，百姓食不果腹，满目苍凉。那个时候他为何不来救朕？
现在反倒在纸上高谈阔论。当初若非清玄带着清平宫众弟子前来相救，这世上恐怕早就没了秦时雨。没错，事后清平公主非但拒绝陛下封赏，还违背祖训，派诸多弟子随军出征，每战必争先，悍不畏死，活生生将三教祖庭千年积累打没了，更是为陛下义结金兰，情同姐妹。这些岂是他能编排的？没错，这世上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背叛朕，但清玄绝对不会，也绝不会骗朕。如果他真的跟沈平安有什么关系，他一定会告诉朕的。陛下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沈平安不是说他和清玄互为挚友吗？那朕就亲自去清平宫一趟。陛下，清平宫路途遥远，您刚刚登基不久，朝政不稳，况且我们出来久了，若让敌国知道，恐会搅乱风云，与您和大周不利。就是，我替陛下跑一趟就行了。你们去，恐怕连清平宫的大门都进不去。更何况，有些事情必须要朕亲自去解决，就比如拆穿沈平安的真面目。停车！给朕停车！停车！给朕停车！陛下，怎么了？那人好像沈平安。陛下，这怎么可能？沈平安明明已经被你杀死。没错，而且观那人身形全无内气，完全不像是习武之人，不可能是沈平安。奇怪，为何方才路过那人如此熟悉，有种错过便会悔恨终身之感。师傅，你是在想沈师叔吗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那个大周女帝。师傅怕她来找沈师叔，对不对？你呀，小孩子家家的，懂得还不少。不过，这都跟你没有关系，还不快去上早课？那可不行。沈师叔对我这么好，他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要帮他教训那个不知好歹的女人。而且师傅，你也喜欢沈师叔，对不对？那个女人把师叔害得那么惨，师傅一定也想教训她。多嘴。好了，快去。该来的终究会来。秦时月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承受住真相的压力，又或者说，我究竟该不该告诉你真相呢？公主，大周女帝来了。清玄，朕来看你了。清玄，奇怪，清平宫的人呢？这清平宫好大的架子，陛下亲临竟无人接驾，难不成以为救过陛下便可以闲造不成？紫云，不得无礼。陛下息怒，回陛下，公主前些日子闭关了，无法接驾，还请陛下恕罪。闭关？什么时候？大约1个月前。1个月？那不正是陛下杀死沈平安的时候？难不成沈平安的尸体失踪跟林公主有关？说，殿下因何闭关？是为救人。救人？难道是沈平安？陛下，沈平安被朕一剑刺穿心脏，别说是清玄，就是大罗惊现来了，也绝不可能让他复活。更何况，
朕绝不相信清玄会和沈平安这个魔头认识。可惜，林公主在闭关，我们这次恐怕要白跑一趟了。不行，今日若是不揭穿她的真面目，朕就算是回去了也寝食难安。你们公主在哪儿闭关？带朕过去。陛下，公主有令，闭关期间，闲杂人等不得打扰。朕让你带路。朕说带路。是。陛下，就是这里了。清玄，朕有事找你，可否出来一下？清玄，朕有事找你，可否出来一下？陛下若不放心，不如将此门砸开，大不了事后再向清玄公主解释便是。事急从权，相信她应该会理解。来人，在，把这大门给朕砸开！是。坏女人，你给我住手！我师父正在闭关，你却要破门而入，到底是何居心？东西，朕找你师父有事儿，可以帮忙联系一下吗？坏女人，不要叫我的名字，我和你不熟。师父说了，他是不会借你的，让你哪来的回哪去。放肆！小丫头敢这么跟陛下说话？咧，你想动手打我啊？你敢碰我一下，我明天就去皇宫门口打滚，看你受不受得住。紫云，东西，朕找你师父是有要紧的事，你帮帮忙好不好？事成之后，朕给你买一屋子的冰糖葫芦，好不好？哼，休想收买我，我才不吃你这一套。你赶紧走吧。清玄，你我当年义结金来，如今连见这一面都不肯吗？清玄，给朕砸了！是。坏女人，你敢！坏女人，你欺负我师叔还不够，还欺负东西，我师父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再敢拦路者，死！砸！陛下来我清平宫，就是为了杀人吗？清玄，你终于肯见朕了。我若再不出现，陛下恐怕要杀人了。你别误会，朕只是方才听这宫女说你在救人，急于想要找你求证一些事情，这才着急了些。你能否让朕看看，被救之人到底是谁？只不过是一个可怜人罢了。可怜人？该不会是什么罪大恶极之人吧？你也这么想？清玄，你不要误会，只是事关重要，朕不得不找你确认一下。想不到当初那个性情善良的明月公主登上帝位之后，行事如此的雷厉风行。想必这些年你经历了不少吧？朕这些年经历的万般痛苦，皆是拜一人所赐。虽然那人已死，但给朕留下了重重谜团。若是不揭开他的丑恶面目，朕注定寝食难安。陛下说的是沈平安吧？林公主居然真的认识沈平安？难道那信上说的都是真的？你真的认识沈平安？那你方才所救之人可是他？我救不了他，倒是你，真的那么恨沈平安吗？当然，他给朕带来的痛苦，就是清净五湖四海之水都难以消磨。也许他有什么难言苦衷呢？苦衷？哼，什么苦衷都不是他残杀我母后、恩师、侍女和我所有亲人的理由。我不知道沈平安为什么这么做，但我想有他的理由。哼，陛下这次来是想要知道我和沈平安的关系吧？是，
没错，我和沈平安引为知己，相识多年，甚至早你之前。不可能！我与沈平安不共戴天，他几度欲置我于死地。你若与他是挚友，当初又怎会去救我？清玄，你莫要因为生气而骗我。那是因为你当时被困孤城，是他求我来救你的。若非他，我怎么会打破这清平宫3000年戒律，下山去救你？什么？当初是沈平安要你迫切去救我的。平安，原谅我第一次对你食言，我实在不忍看到你将死之身，还要背负滔天骂名。当然了，要不是沈师叔，还有谁会管你的死活？放肆！哼，他冤枉沈师叔，我说他怎么了？你，对不起。没错，当时雁门关一战，是他飞鸽传书于我，让我去为你解围的。不可能！当初沈平安受到秦师哥的指使，要将朕活活困死在城内。当时确实是他求我去救你的，可以说，若非他，就没有如今的大周灭帝。如此，这个答案你还满意吗？陛下切莫为这3言2语蒙蔽圣心。就算林公主是因为沈平安才出手相救，可雁门关一役本就是因他而起。贼喊捉贼，保不准他当时包藏着什么祸心。清轩，你一定是被他骗了，对不对？他一个残暴无情、毒害整个大周皇室，亲手杀了自己养母的人，能有什么好心？这其中定有什么阴谋。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阴谋，但是我知道，他为了助你登上这至尊之位，呕心沥血。帮我？怎么可能？就是，你倒是说说他是怎么帮助陛下的？他为了帮你掌握江湖势力，特意安排天剑山庄前来投奔于你。他为了帮你拥有对抗秦师哥的实力，在北境安排了一支骑兵供你差遣。他为了帮你暗中建造神兵阁，为你提供各种神兵利器，连你手中的剑都是他亲手炼制的。你说这是不是呕心沥血？你再说一遍。还说什么说？你没听见吗？沈师叔这么做都是为了你。清轩，你在骗我对不对？是真是假，你自己早有体会。总之，沈平安对你用情至深，世上无出其右。用情至深？笑话！他若对我有情，又怎会屠杀我大周皇室所有人？他若对我有情，又怎会杀害我的母后？又怎会当着我的面亲手杀死陪我一起长大的侍女？他用情至深，又为何会让我生活在地狱般的生活当中？他用情至深，为何不陪在朕的身边，陪伴朕、辅佐朕，共夺天下？你说他为什么不这么做？那是因为他知道他活不到那时了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沈师叔他要死了，换女人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不错，平安他自幼便身患绝症，是3阴绝脉之体，只不过5年前才发现。就是那一年，老皇帝突然离世，你卷入九子夺嫡的漩涡之中，只不过他没有时间了。若非为了在有生之年护你登基，他又怎么会变得如此极端？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都是为了你。3阴绝脉，不可能！若真如此，他为何不与朕明说？说了，你就会信吗？这件桃铃是沈平安10年亲手所中，
一共103500株，株株如此。当年一战，沈庄主为了获胜，强运剑气，燃烧潜能，一条命废了大半。每逢寒冬腊月，身如万箭穿心，痛入骨髓。是啊，他明明早已为我将性命舍弃，又何须功名利禄？可我却从来没有给过他一点信任。沈平安，你找死！陛下，这都是他们的一面之词。小玉，您的师尊和母后，还有整整大周皇室371人，全都命丧他手。就算他是为了帮你，可也不用杀这么多人啊！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平安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理由，一定。陛下若无事的话，就请离开吧。清平宫从今日起封山必克。清轩，你是不是喜欢沈平安？是。果然，那沈平安是不是也没有死？难道陛下还想找到他，然后再杀他一次？当然，真要找到他，然后当面问问他，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？真要当面告诉他，这鲜血浇筑的皇位，朕不稀罕。沈平安啊，沈平安，枉你一片深情，谋尽天下，结果人家却不稀罕。你这个大名鼎鼎的摄政王，还真是可怜啊。不错，沈平安确实没死，不过能不能见到他，就看陛下的运气了。毕竟他是真的没多少时间。来人，在送客。是，青霄子曰，我们走。陛下，您真的相信沈平安没死吗？当然，清玄不会骗我，况且他也不会希望沈平安出事。那我们接下来该去哪里找啊？陛下，臣有一个想法。快说。既然沈平安与诸多势力都有交集，如今他大限将至，想必一定是会拜访一些老朋友们。只要我们将县中每一处势力拜访一遍，定会找到的。好，这样，我们兵分两路。清霄，你随朕去银月古城。紫云，你去神兵阁，务必查清楚沈平安有没有出现过。是，陛下。老板，取一味药。本店服丧3月，暂不解渴。可我5年前就预约了。我说你这小子不会这么轻易就死了。仍有未了之事，怎敢先走一步？倒是季先生，这是替我提前办上丧事了。反正你也没几天可活了。当年你自己选了这条路，现在可曾后悔？既然做了，就不会后悔。你这到底是什么呀？要我替你整整保管了5年呢？
会消失千年的双生花。月儿，你说这两座山明明根基相同，山峰却各执一端，像是两个相爱之人违背了誓言，两忘于江湖，故名两忘峰。天哥哥，真正相爱的人是不可能相忘的，一定是这座山峰内心孤寂，土地荒芜，才让另一座山峰无法靠近。如果这座山峰开满了鲜花，那另一座山峰定会回首相望，从此两忘变两忘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一定会有那一天的。不错，这个就是我在人世间所剩的最后一件事。我答应过月儿，要看着她带上双生花的花冠嫁给我。这件事恐怕要食言了。就当是我送给他的最后一件礼物吧，也不知道时间还够不够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还要去两忘峰？两忘峰地处特殊，数千年来没有任何植物能在上面存活，只有这传说中的双生花才有机会。双生花固然珍贵，却远远比不上你的付出啊！这一切值得吗？哪有什么值不值得？只要他喜欢，那我寻遍大千世界，也要送给他。季先生，我时日无多，先行一步了。等到我走后，你帮我把它烧了吧。你这家伙，悟性慧根是我生平仅见，却偏偏陷入这红尘情爱之中，不愿清醒，何苦来哉呀？人总要为了什么不顾一切。我就是个俗人，偏爱着红尘佳人。月儿就是我的一切。痴儿。大雪龙旗，威震天下。无论什么时候看，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。当年就是楚将军带着将士们为朕冲锋陷阵，拼刺杀敌。若无大雪龙旗，也绝无朕的今日。陛下，为陛下效力是楚某和大雪龙旗的使命。是沈平安让的。陛下明鉴，当年确实是沈将军让我等投靠于您，大雪龙旗也是其一手打造。朕杀了他，你不恨朕吗？沈将军离开前下了最后一道军令，便是拥护您上位，只要能达到目的，即便是杀了他，我们也照做。他回来过吗？没有。陛下不必着急，这里没有，也许沈平安去了别的地方。只要他还活着，总能找到的。陛下，紫云那面有消息了。怎么样？
陛下不必心急，只要他还活着，无论天涯海角，总能找到。母后，我一定会找到他的。沈平安，朕会找到你的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沈平安，陛下，陛下，你醒了。备车，朕要去找沈平安。这信中所言都是真的，沈平安一定没死，他一定躲在某个地方，在看这笑话呢。陛下，龙体为重，万不可因小失大。是啊，沈平安就算没死，也时日无多了。陛下何必浪费精力去寻找一个将死之人？不行，朕一定要问清楚他为什么这么做。既然他处心积虑的为朕谋划一切，为什么要夺走这最珍贵的东西？他凭什么？青苹果、天剑山庄、银月城，一定还有什么地方是朕没有发现的。一切的真相一定在那儿。对了，天机阁，天机阁门生遍地，消息最是灵通，那里一定有朕要的消息。出发，去天机阁。急呀急呀，身体已经是强弩之末，我这药汤只能帮你吊着一口气，能否醒过来，只能看你的造化了。陛下，我们到了。陛下，此处似乎刚办完丧事，莫非也与沈平安有关？沈平安，这次朕一定要知道，这么做到底为什么？你认不认识沈平安？不认识。你认不认识沈平安？陛下，国师，国师，你可认识沈平安？看来很多事陛下已经知道了。其实沈平安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够了！不要再跟朕说什么筹谋多时，助朕登上帝位这些话，这些屁话，朕这几日已经听够了。他曾经真心待朕不假，他为朕筹谋一切不假，但这些都不是他杀害母后、残害朕至亲的理由。他以为他是谁？朕又何曾说过要做这大周女帝之位？这一切不过是他强加于朕，朕根本不想要。陛下，您是大周民心所向，即使没有沈平安，这地位也非你莫属。
说是能让父皇与母后还有小玉他们回来，可是你也不要这女帝之位。陛下确实无心称帝，可沈平安却答应了另一个人，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，都要让您登上皇位。谁如此大胆，妄议大周帝位？究竟是谁？此人正是陛下的生母先皇太后。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是真是假，陛下自行判断吧。这是母后生前最爱的梨花木盒，这炒了整整5年，竟在你这儿。这是沈平安亲手给我的，他本想让我帮他烧掉，可这对他来说太不公平。既然陛下来了，便打开看看吧。月儿，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，你已经登基称帝了吧？是母后。我身为大周皇后，却只生有你这一个女儿，皇位自是老二继承。可自从平安来了之后，朝中大臣无不称赞，就连将士也都拜服。老二计心之强，误以为我们会将皇位让于你与平安，竟勾结朝中佞臣，意图暗害你父皇，逼宫继位，再血洗皇室和朝堂。谁？母后。母后深夜到访，有何贵干啊？天凉了，母后为你做了一件新衣。谢过母后。老二虽不是我亲生，我却待他如亲子，可他却买通御膳房，暗中下毒。若非平安知晓要领，及时医治，我和你父皇怕是早已如他所愿。但他毕竟是你父皇的孩子，且缺乏证据，于是平安主动请命，假意投入老二麾下，实则自诩虚实，弄清朝中逆臣脉络。不曾想，他竟对无辜之人出手，不仅利用巫蛊之术控制了小玉，嫁祸于你，甚至还要让他对你动手。经此事后，你父皇才发现，老二的手已经伸进了朝堂的每个角落，包括你的师尊吕不韦。怎么会这样？可惜已经来不及了，老儿早已结地外望，开城以兵南下，你父皇不得已派平安亲率大军前去守境，却中了调虎离山之计。老儿借机包围皇宫，准备将我们一网打尽。好在平安发觉异样，特意带你一同前往北京，让你逃离宫内这场危机，再独自回京救驾。可惜我们小瞧了老二的野心，待平安回来，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。不过幸好还有平安在，他答应我一定会护你一生，想来是不会对我食言的。竟然是这样！平安回来的还是太晚了，老二已经带兵围城，此刻正在朝堂之上，逼你父皇退位。我也被老二软禁在这御书房内，以性命要挟你回京领死。皇后，二皇子有请。我知道平安定会不顾一切救我出去，再带你一块亡命天涯。可若这般，你父皇必会死不瞑目。快点开门，快点开门！皇上开门，我们要闯进去了啊！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疑心颇重，
甚至刻意支开平安，唯有我亲自死在他手里，与你彻底决裂，他才会得到老二的信任，才有希望为你父皇报仇。开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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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月亮娘出此下策，也请不要记恨平安，他是这世上除了父皇和母后之外最爱你的人。母后，二殿下，这是何意？神威将军来的正好，本王正在跟大臣们玩游戏，但凡鞭笞太后者，赏千两。都给我住手！神威将军这是何意？此事儿怎么能少了我呀？神威将军这是要吃独食啊！也好，若能把太后打得惨叫，本王便赏你10000两。母后，平安这就救你出去。我这条命留着无用，但你和月儿不一样。答应我，一定要助月儿夺回皇位，替陛下报仇。竟然是这样！陛下，这就是事情的全部啊！父皇、母后、平安哥哥，你们为什么要骗我？求先生告诉月儿，平安哥哥还活着吗？已经太晚了，他本就身患绝症，又受了你一剑，虽然侥幸捡回一条命，但也不过只有月余性命。如今，不，他不会死的。他答应过我要一起仗剑天涯，他答应过我要带我看满天花海，他答应过我的。陛下，你认清现实吧，沈平安已经死了。他一定是受我的气躲起来了，我要去找他，我要去找他。平安哥哥，不是，平安哥哥，不是。陛下，沈平安的命本就是先后给的，他为陛下付出生命是理所应当，陛下何必？若你再敢说平安哥哥一句不是，朕诛你九族！陛下，喜先生说了，沈平安已经死了。滚！都跟着滚！平安哥哥，月儿错了，你
到底在哪儿？你不要抛弃月儿好吗？你说，只要开遍满天花海，就算是两王峰，也会回首相望。我为何只顾着将你蒙住？千万缕酸楚在你泪滴划过，我是放逐。世人我偏为你身无处。可是傻丫头，山就是山，相思如故，白首怎么为情所出。月儿，你说这两座山明明根基相连，山峰却各执一端，就像两个相爱之人背弃了誓言，两忘于江湖，不两忘峰。天哥哥，真正相爱的人是不可能相忘的，一定是这座山峰内心孤寂，土地荒芜，才让另一座山峰无法靠近。两忘峰，两个相爱之人相濡以沫，才相忘于江湖。是我的错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不该不相信你，让你的内心孤寂荒芜，才让你这么躲着我。老天，你难道真的要让我们相忘于江湖吗？平安哥哥，这是……如果这座山峰开满了鲜花，那另一座山峰定会回首相望，从此两忘变两忘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做到的。他日花海漫群山，两忘勿忘，两相忘。两忘峰，平安哥哥在两忘峰。平安哥哥，你在哪儿？平安哥哥，月儿知道错了，你快回来！平安哥哥，不要丢下我一个人！平安哥哥！这不是真的！不，平安哥哥，你答应过我，你要保护月儿一辈子，你答应过我，你要回来娶我，你怎么能先走一步呢？这是此次出征凶险万分，我为你求来个香囊。好，我答应你，
你一定会做到的。真正相爱的人是不可能相忘的。明明相爱，却一生背对的双生花，在凋零的瞬间，终于见到厮守一生的彼此。原来，这才是双生花的花语。父皇死，母后死了，小玉死了，平安哥哥也死了。这世上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就算大周第一女帝又如何？纵有整片天下又怎样？却再也无人可以分享。玉儿，你说的对，当花海开遍，就连山石也会相忘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取次花丛来回顾，百元修道，百元君。天安哥哥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见我？原来是梦吗？不是吗？我要去找平安哥哥。陛下，你如今机遇成疾，万不可再出事了。我这些同志，跟平安哥哥比起来，根本算不了什么。陛下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就算为了大周的子民着想，你也应该保重龙体。难道你想要神威王和先后失望吗？陛下，北方急报，大明皇朝撕毁盟约，进犯我大周边关。什么？他们敢？大明与大周世代交好，为何忽然变卦？世上没有永远的盟友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陛下初登大宝，大周百废待兴，明君定是想趁此机会犯我大周。当真是小人之举。陛下，要不要找群臣来商讨会议？都打上门了，还商议什么？他们要打，朕便陪他们打。你二人即刻点齐三大营，传朕圣旨，此战朕要御驾亲征，不仅要打，更要打到他们的皇都，让世人都知道，犯大周者，虽远必诛。愿为陛下效死。平安哥哥，月儿定不会辜负所托。我要向世人证明，你的选择没有错。世人都道人走茶凉，可此茶尚温，人却要先走了。各位，却说咱们这位女帝，那可真是了不得呀！
虽是金贵公主身，却遭皇子夺嫡恨。谁知那青梅竹马沈平安竟是个黑心白眼狼，殿前斩先帝，一剑穿心喉啊！哎呀，只可惜明月公主一夜之间白了头，从此弑杀沈平安。那沈平安真不是个东西，先后将其养大，他却将皇族灭门。那明月公主后来怎么样了？明月远赴银月城，弑杀魔头还大周。诸位且看3年后，天剑一出，武林洞，龙旗3军皆叩首。清平圣贤护我道，血洒沙场战不休。山河万里成今朝，一朝杀回梅玉京。话说禹帝带兵杀入殿前，那沈平安还欲卖主求荣，只可惜圣心早已冷如冰啊！沈平安，你祸乱朝纲，杀敌无数，身上背负着几百万冤魂，纵使认得春秋苦，焉能放过家国恨？说罢，女帝手刃魔头。登基大典有诗云：血尽山河16州，寒光出鞘是从头。铁骑烈云催旧恨，刀光卷雪洗王侯。白骨成碑明姓祀，红妆登殿掌春秋。天倾西北星辰坠，独饮苍生拜冕旒。陛下不愧是千古一帝，此等魄力亘古未有啊！那沈平安真不是个东西，死不足惜。是啊，死了的沈平安才是最好的沈平安。客官，你给多了，能听上这上等的好戏，千金难求，不用找了。快跑啊！明国打过来了！不对，这位兄弟，前面怎么了？周明二国打起来了！周明二国世代交好，怎么会打起来？还不是明国突然翻脸了，说大周女子继位有违天理，所以要代天伐周啊！大兄弟，你也快跑吧，再不跑就来不及了。此乃军国大事，女帝陛下没有出兵吗？大难临头，连个爹娘都靠不住，还指望个女帝？再不跑就来不及了。那我问你，战事到哪了？据说是已经到郾城了，我觉得也守不了太久。明军马上就打过来了，你要是不跑，你就找死！你别拦着我啊！郾城，玉儿，没想到你的考验这么快就来了，但这次只能靠你自己了。是陛下！郾城将士何在？随朕杀！陛下来救我们了！杀！不要杀我们，我们投降！杀害我大周子民之时，可有想过饶他们一命？众将听令，国战一起，拒不受降。凡入侵者，杀无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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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蛮贼未死，大周子民可还能战？愿为陛下效死！随朕冲杀！让那群蛮子知道，犯我大周者，虽远必诛。犯我大周者，虽远必诛。兴百姓苦，亡百姓苦。陛下，是陛下，陛下来了，我们有救了！
战事如何？回禀陛下，天子亲征，将士们士气大盛，前线连战连捷，短短3日已收复5城。快是陛下，看来不日便可班师回朝了。传令下去，即刻整备军马，明日一鼓作气，反攻民国帝都。不仅要打，更是要把他们打怕，打到他们俯首称臣，这样我大周边境才可安宁。是，陛下。看来当初的小丫头已经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女帝了。谁在那？报，殿下发现民国国师的踪迹，正领兵向南奔逃，是否立刻追杀？传令下去，即刻点兵，立刻出发。是。吁！久闻大周女帝诛杀典谶，风华绝代，今日一见，果真名不虚传呐。只可惜，可惜什么？只可惜如此红颜，马上就要成为亡国之奴了。大言不惭！如今被围困等死的人是你们，带着马踏名都，这句话将原封不动的还给你。是吗？陛下，再回头看看。不好，此处有埋伏！陛下，我们中计了。什么？陛下此等角色，若是死在战场，岂不叫人惋惜？不如嫁到我大明，许你一生荣华富贵，如何？找死！陛下，莫要负隅顽抗，只要你割地16城，赔偿1000万两黄金作为陪嫁，入赘我大明。哼，我等也不是非要赶尽杀绝。痴心妄想！嘿！怎么可能？这位周天子，当与天下地，犯我大周者，死！陛下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有陛下在，这群跳梁小丑不足为虑。哦，你看见了，月亮就已经能阻挡一边了，可以安心离去。大周男人都死绝了，连个娘们都敢称孤道寡了，活该被灭！陛下，你没事吧？你是谁？老夫不过归隐10年，尔等小辈忘了大明人屠的称号了。10年，你是徐骁。陛下，我听过他的名字。10年前，他亲率800铁骑征战渊国30万大军，内战，大渊亡国。自此人屠之名传遍天下，可令小儿止啼。据说此人打遍天下无敌手，还曾放出狂言要向大周出兵，但自那之后便销声匿迹。世人皆说他杀孽太重，被天收了，没想到竟出现在此地。是他？没想到这个老家伙还活着，这场有点难了。既然知道老夫的名号，劝劝你的女娃娃皇帝，乖乖认输吧。徐骁，你撕毁盟约，背信弃义，就不怕我大周的报复吗？呵呵，老夫当年仅靠800铁夫卒便全歼了大渊，你以为老子会怕你大周？若是不怕，
当年为何撤兵隐退？还不是被我们大周兵锋所阻？大周也配！老夫当年隐退，只是因为一个人。是谁？告诉你也无妨，就是你大周的神威将军沈平安。此事与沈平安有何关系？若不是当年败给沈平安，你大周早被我吞并了。什么？哼！愿赌服输，老夫曾经答应过他，只要他一日在大周，老夫便一日不可出山。没想到，当年凶名赫赫的人屠，竟也是因沈平安而归隐。可惜了，如今沈平安已死，老夫便再无顾忌。哈哈哈！今日便是大周亡国之时。徐将军神功盖世，天下无敌。别高兴得太早。平安哥哥当年能打败你，现在这也可以。自量力！陛下要赢了！老夫还以为是在挠痒痒呢，耍够了吗？陛下，两个选择，要么入赘大明，宣布大周从此归顺；要么死。放开陛下！是。大周如今既是些女流之辈，活该被亡国。老夫最后问你一遍，要生还是要死？陛下，要不从了吧？我看徐将军老当益壮，陛下要是嫁过来，没准儿还能再生个10胎8胎的。休想！娘们儿就是啰嗦，打又打不过，光会逞嘴上功夫。那沈平安好歹也算一代豪杰，居然被你这种娘们儿给杀了，死的真是窝囊！闭嘴！不许你说的。怎么，这沈平安不是陛下亲手所杀的吗？啊，难不成他还是故意被你杀的？找死！你不是最恨沈平安吗？老夫帮你骂他，你生气做甚？不许！我灭平安哥哥！老子就骂了！你能拿我怎样？还是你叫他从地底下爬出来？就算那沈平安真的诈尸，出来第一个要杀的人也不是我们，而是你这昏君！哼！不如我给你想个办法，只要你骂一句沈平安，老子就放了你。呸！做梦！臭娘们儿，找死！陛下！平安哥哥，我让你失望。什么人？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现在交给我吧。什么人敢阻挠老夫？耳背宵小，也敢来犯我大周地界？是你，之前跟踪我的人。臣下不可，唯有毒。你究竟是谁？从燕城开始，便一直跟着我。在下不过草莽，不甚明。
哪里来的鼠辈？藏头露尾，甚至不敢以真面目示人。无名之人，亦可取你首级。哼哼，就凭你一个不知从哪儿窜出来的跳梁小丑，连把像样的武器也没有，也敢说取我人屠徐骁的首级？杀你，何须武器？跟这种货色废什么话？将军一刀下去，嘴就算再硬，也化作肉泥了。老子算你走运，就让你成为老夫出山后第一个祭刀之人。徐骁阔刀天下无敌，就连朕也不是对手，少侠万不可轻敌。不过插标卖首尔。牙尖嘴利，受死！你是人？杀你！你究竟是谁？不堪一击，一击便将徐骁秒杀。大周绝无此等高手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徐骁已死，尔等还不退兵？哈哈哈！啊，好，好，好！能杀了人屠徐骁，想来也不是无名之辈。阁下与其跟着一个即将亡国的女帝，不如加入我大明，我给你比徐骁更高的待遇，如何？你痴人说梦！徐骁已死，大雪龙旗正在赶来的路上，你们还有什么胜算？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陛下，难道不好奇我为什么要将你们拖在这儿两国边境之处吗？你说什么？这里是我们民国的战场。哼！陛下，敌军来袭，我们中计了。已经暗中调兵。哈哈哈哈！陛下，不也命大雪龙旗来援了吗？只是银月城远在西域，等他们赶来，恐怕陛下的尸骨都寒了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现在要降，要死？陛下，此刻战况危急，不如先答应割地赔款，待返京后再做打算。望陛下以龙体为重啊！国难正当头，朕身为天子，宁死守国门，也绝不做那割地赔款的降国昏君。母后，你看到了吗？玉儿不负大周皇室之命。稍后开战，朕会在前方厮杀为你引河。有武功高强，若趁机想走，他们留不住你。那你呢？此战关乎大周万千黎民百姓，朕万死不辞。好一个万死不辞！为帝者，纵有千军万马在前，亦往。云天剑谱，你到底是谁？平安哥哥，是你吗？怕什么？他只有一个人，我们这么多人，什么绝世高手，都将化为齑粉。既然你要找死，那我便成全你。兰令，重杀！曾经守于清风剑，欲乃天上，万欲金。
我有这么多人，就是堆人头我也能堆死你！都给我上！10万甲胄风如雪，千里沙尘无形。将军百战终已死，徒留3尺守月明。此身从来亲至去，愿见道太行。求求你不要杀我！我是民国国士，我发誓此生绝不再来净犯大仇。我错了。你不是知道错，你是知道要死。我可以，哥爹，我可以赔款。犯我大周者，杀无赦！你们赢了！赢了！我们赢了！立刻乘胜追击，务必将曹兵一网打尽。3尺守门员，人间留太平。月明是我，太平是你，还有平安剑、云天剑谱，都是你。既然危机已解，在下失陪了。等等，你到底是谁？在下不过江湖中人，行事从不留名。那你能不能摘下面具，认真看一看？在下相貌丑陋，还是不要吓着陛下。你瞒不过我的。这把平安剑是当初我送给你的，于长老跟我说过，他与你身心合一，除了你，无人可以动用。可就在刚刚，他应了你的召唤。陛下，剑乃死物，怎会有缘？陛下莫不是遭歹人所欺？那云天剑谱呢？你要怎么解释？这个剑谱是我无意间，并不知道叫什么。我知道，你是在怪我，你怪我不知道你的心，怪我错怪了你。此人到底是谁？为何陛下竟如此心神动容？陛下，乃是九五之躯，一国之君，是大周皇室的象征，怎能与一介草民如此亲近？陛下，自重。天哥哥，你真的不要月儿了吗？陛下刚刚说什么？平安哥哥，能让陛下说出这个名字的，只有一个人。难道此人是沈威王？平安哥哥，我看了你的心，去了花海，去了天剑山庄，去了银月古城，这些都是我们曾经的回忆。我还去见了清雪，去找了季先生，他们把一切都告诉我了。当年的雁门关一役，是你托清雪来救我，这午门之变也是你为了替父国复仇，与母后演的一场戏。还有那2望峰上的双生花海，只要是你去过的地方，我都去了。平安哥哥，你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？陛下说什么？根本听不懂。我知道你是在乎我，不然又怎会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来救我呢？
陛下，请自重。为什么？难道你还在恨我吗？切记，那药不可多服，否则只会加剧死亡。傻丫头，我怎么会恨你？只是我就要死了啊！与其让你最后伤心，不如现在开始就能再也没见我。陛下，要是敢走，我现在立马起诉在你面前。随便。陛下，陛下，大周需要您啊！阿平啊，你真的不要我了吗？平安哥哥，我就知道是你。到头来，我骗得了所有人，却始终骗不过自己的心。平安哥哥，你没事吗？你不要吓我。堂堂女帝，哭鼻子，算什么？我不管，在你面前，我永远都是小丫头。傻丫头！平安哥哥，来人，快来人！陛下，沈巍将军他体内经脉破碎，真气杂乱，定是方才大战强行突破极限，现在已经怎么样？已经命不久矣了。我绝不会让你死的！百家归京，只有宣太医。这是三阴诀门，当这条血到达指尖之时，身形难救。我不相信！傻丫头，不要哭，再哭会不漂亮。你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女人，我问心无愧去见你不要走！答应我，亲儿。对不起，这一次哥哥有誓言。怎么样，太医？还有的救吗？经脉尽碎，生机断绝，已经与死人无异。不可能！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人，是我的平安哥哥，他不可能就这么轻易死掉。这是天妒英才，身为将军自小便有三阴绝脉，
能够活到今日已属奇迹。这次有强体真气，透支寿元，这是神仙难救啊！是我的错，他是为了我才透支的。最为关键的就是此处剑伤，这一剑贯穿心口，虽然他心脏与常人不同，但也被斩断大半生机。受此一剑，就算没有3阴绝脉，也断无活路。是我害死了他。管你有什么办法，必须救过他。管你要什么，这都给你。金钱、爵位、土地，这统统都给你。他已油尽灯枯，若非体内的丹药之力吊着这么一口气，否则早就死了。丹药，那是清平宫的丹品，这丹定是清玄给他的。快来人，即刻摆下清平宫！陛下，公主已经知晓您要前来，还说清平宫从此不问世事，让陛下您回去吧。给朕让开！如果耽误了平安哥哥的救助，朕诛了你们9族！滚！清玄，平安哥哥危在旦夕，你快出来呀！师父，你真的不见吗？不见。可是师叔好像也在外面，你真的不见吗？林清玄，你若再不出来，朕就平了你的清平宫！林清玄，你不是说跟平安哥哥是至交吗？难道真的要见死不救？东西，你师父呢？林清玄，平安哥哥可是救过你的命，你当真如此凉薄？师叔也曾救过你的命，不止一命，你不也真他人死地？清玄，朕知道你怨恨我，我也恨当初的自己。该死的人本该是我，是平安哥哥救了我。我宁愿死的是我，清玄，我知道你也爱他，只要你肯出手，我愿意放手，从此离开他的世界。我求你了，陛下，包装龙体。你走吧，清平宫不欢迎你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救平安哥哥。我师父说了，他不想见你。东西，我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只要你师父肯出手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既然如此，你先磕300个响头道歉。放肆！陛下乃大周天子，95之躯，你要他叩首3拜，简直无法无天。来人，将这个逆贼拿下！此话当真？哼，你可以不信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他不值得您这么做。我靠！56、57。陛下，够了！
他们根本就是见死不救，故意在刁难您的。只要有一丝希望，这就一定要救他。59。我想，我一定要救平安哥哥。痛吗？心更痛，这份痛不及他为你受的万分之一。陛下，求你，求求您救救沈巍将军，别再为难陛下。恳求清平公主出手相救，求清平公主出手相救。进来吧。平安哥哥，醒了。秋雪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平安哥哥身受重伤，我求求你救救他。我之前便与你所言，他身患绝症，药石无疑。药石无疑，就用别的方法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我若有办法，又何尝不想救他？他的病，凡间的药石已经无用，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你说，只要你要的，我都可以给你。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极限，即便是伤势痊愈，也是无力回天。除非能向上天借寿。我清平宫先祖曾留下一道秘书，可将自己的寿元献与他人。你是说，就是找到与他命理相近的人，将自己的寿元献与他。这是清平宫的先祖留下的7星续命灯，点燃之后，需一命运交缠的人在7星阵中祈福，将自己的寿元献给主星。我曾想以身入局，为其续命，但他的命格早已与你交织，无我半分位置。所以师父才会考验你是否诚心救人。清雪，你切记，7星灯一旦燃起，祈福之舞不可停，需寸步不离地守在主星时。说7日之内他能守的，此法便成；若7日之后油灯燃尽，他仍未醒，不仅他会身亡，连你所献的寿元也永远回不来。我曾在上古玉简中看过此术，成功率怕是10不存1。你当真有此决心，去赌这九死一生的决定？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可能，我就要救他。陛下万万不可！此等献祭寿元之术，在下闻所未闻，分明是在危言耸听。即便是真的，
也只有1成的把握可以救人，代价却是陛下您的生命。秦孝绝不答应。此术一旦施展，绝无后悔的余地。这本就是逆天行道，你若不愿，我不会怪你。不必再劝了。若是平安哥哥，他也绝不会有半分犹豫。不要再耽误时间了，立刻开始吧。陛下，陛下！谁让你们进来的？滚出去！陛下，够了！已经7天了，你为他献祭了生命，都这么虚弱。你想什么呢？陛下悲痛欲绝，已经疯了。朕的寿元真的献给了平安哥哥，只要再坚持一下，平安哥哥就一定能回来。够了！你好好看看，灯已经灭了。怎么可能？够了！你清醒一点。他……难道我就不心痛吗？我可以为他受降，可以为他去死。因为我没有后顾之忧，可你呢？如果你死了，那他所做的一切都将毫无意义，你知道吗？可是，平安哥哥。他生前曾嘱咐我，要我护你周全。若你因我而死，你叫我如何还有颜面去见他？陛下，臣求您了。我知道，你们出去吧。他叫10月，那你就叫平安吧。平安哥哥，跟我回家吧。等你回来，我们就成亲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若是这山峰能种满鲜花，那另一座山峰就会回首相望，从此两望变两望。我可以去见母后。你不能走，你答应过月儿，你要娶月儿的。月儿，恐怕这次
平安哥哥，若有来世，月儿一定要嫁给你。丫头。